敬爱的各位林义总会长、林义监事长、顾问先辈们，以及各位副总会长、咨询委员，还有理监事先进们，大家好，大家好。谢谢。我是第37届监事长候选人张淑芬，我来自亚特兰大台湾商会。自从加入北美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以后，我就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大家庭。因为在这么多年来呢，我不仅结交了很多优秀的好朋友，同时我在每一次的专业讲座中呢，学习到很多新知识。那么这些年来见证商会的情谊，一有事情，大家就情义相挺的付出。这个大家庭真是太有温情跟太有爱了，你们说是不是？是。所以我们都很喜爱这个大家庭。那么，我无比感恩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也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为商会做更多的付出跟服务。所以这一次我勇敢的参选了监事长候选人。如果今天下午大家都很支持，那么我未来的1年呢，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尊重包容的态度来依循我们北美台湾商会的规章制度，协助我们世修总会长和他的工作团队，落实我们所有的监督职责，努力推动会务的发展以及所有会议的执行。第二件事呢，我一定会认真负责而且公正的审核我们理监事内会议所有的财务收支明细报表，一切以所有理监事们的福利为最高准则。大家都记得我们江总会长去年的政见就是脚好困好吧，生好条。他这1年来也很努力付出，我们都看到了。我相信我们世修总会长的团队也一定朝着这个目标，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心情好、住好。世修总会长，对不对？已经承诺了。OK， 那所以大家就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第三呢，讲到贡献与传承我们这1年来，因为江总会长成立了很多新的工作委员会，也让很多新秀们呢各展所长。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就，让我们喝彩。比如说我们加州的北加州王若一然后我们的温哥华的许志远Orange County 的 Danny 启根律师，我们每一位他们都在他们岗位上，无论是网页资讯的发展行销各种经贸活动以及国民外交都表现得非常亮眼。这个就是我们优秀的下一代，那我们一定要尽到我们的责任，以关爱跟奉献的精神来培育这些优秀的新人才，让他们可以接棒，然后把我们的经验跟优质文化传承，并且发扬光大，为我们北美台湾商会创造更多多赢的机会。第4点呢，与时俱进，就是我觉得，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从传统走向新科技网页资讯、新媒介，所有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了。那么，尤其是这一次大家会议早上有听到了我们这个医化
我们商会的医化工作已经由上一次的第35届到第36届，我们江总会长跟副科技长已经完全的把它完成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商会新旧会长之间的交接就已经会无轨了的接缝，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那当然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是全球科技产业的领头羊 ，super star。尤其是今天早上我们也听到了，就说那个大使说，大家美国人一讲就是我们张忠谋先生，因为我们台积电张忠谋先生就是科技产业的教父所以是等于牵动了全球的科技生命线。那我们北美台湾商会作为海外一个重要的组织跟代表，我们更是需要把这件事情放到我们的真的是日常的行事历上，每一件事情我们尽量在以科技媒介来介入，尤其是我们推展商机、全球商机，我们更要利用网页媒体资讯，同时我们还可以结合所有的社会公益活动增加我们会员间的联系。让我们北美台湾商会这个大家庭呢更紧密团结，让我们台湾走向世界，把世界也看见台湾，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恳请大家待会将您神圣的一票投给我，谢谢大家。好，我们有2位助选员好，我们有2分钟。这段时间呢，我们有工作人员会拿箱子请大家有任何的Q&A 请写下来。那我们呢2位助讲员讲完了以后呢，我们会请监事长候选人来回答3个问题3个问题。那如果这里面有人身攻击的，或者是有谈到政治的，我们会给他拿掉我们会选择三个问题那我们现在请助讲员好不好？请上来讲2分钟第一位助讲员，如果你1个人的话，可以讲4分钟，好不好？2个人好，那2分钟谢谢。各位姐姐、妹妹、哥哥、弟弟，我是亚特兰大台湾商会郑中培。因为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张时芬呢，是出自亚特兰大台湾商会，他这个从2012年加入台湾商会之后，亚特兰大台湾商会就开始呢，对于我们对 local 的那个商会的商务呢，做非常大的贡献跟牺牲所以呢，他最主要的优点在哪里呢？他就是做事很公平，对于黑白是非分辨得很清楚。所以呢，他现在假如说恳请各位可以把你神圣的一票投给他之后呢，将来的1年，他一定会将他的这个责任把它做得很好，而且会对于我们这个总会长会做最好的监督，而且对于我们全体的这个北美洲的商会的全员的福利呢，他一定会尽量的帮我们争取。所以我恳请在座的各位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把神圣一票投给张时芬，让他能够高票的当选。谢谢各位。好，谢谢。第2位助讲员，请上台，还是2分钟？2分钟。那还有多少分钟？刚刚讲，那还有2分半，好不好？
2分钟都是跟你说。长城太高了，我爬不上去，我就在这儿好了。各位敬爱的台商先进们，大家午安。此刻呢是一个黄金时段，因此呢，请允许我不一一的尊称啊。那我之所以站在这个台前呢，为张淑芬就是 Maggie 来做助讲员，是因为我想以这个资深台商的这种经验和身份呢，来郑重的推举张淑芬 Maggie 来这个竞选监事长第37届的监事长那么同时也分享我们这个监事长的这个资格，还有条件，还有职责。那么资格当然。我既然在推荐了，当然资格是有，他是当 local 的会长2届，在北美呢也当过2届的这个第30和31届的这个副总会长当然是一步一脚印的走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今天才能够有这个资格来竞选监事长。那么条件呢很简单，我总是认为说，你只要有健康的身体。然后呢，有正确的思想，另外呢，更重要的是有钱有闲，对不对？讲真的是三合一就是 financially able 还有那个 physically able and mentally able，that's all three and together， 你就可以好好的办事。那我认识张淑芬呢，是因为在2009年我是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长的时候呢，我去亚特兰大涂昌雄的参加涂昌雄的这个晚会的时候，我亲眼目睹，看到他的热忱，看到他的能力，看到他的效率，我觉得这是将来的这个明日之星啊。本来我还有很多要讲，但是只有很短的时间，我就跟大家证明他在这么多年来，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在报名处都是在帮忙，或者 entertainment 就是晚宴的时候，他都在帮忙。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把你最神圣的一票投给他，让他有这个任重道远的心境来服务我们大家。谢谢。有没有？好。各位有没有对我们这个监事长候选人有没有任何的提问？这边有个问题是请问会长的，对监事长有没有任何提问？没有，那很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由总会长候选人来发表政见我们请分修总会长候选人。好。我们还是一样8分钟8分钟，在这中间我们会派我们的这个委员会下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请把纸条上面写上你们的疑问，好不好？他好可以回答大家的任何问题，好不好？谢谢。谢谢，你可以继续。谢谢我们选务主委、孔主委还有各位选务委员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麦克风拿高一点。2008年，我2008年加入商会到现在经历过，我担任过2届的达福台湾商会的会长，也担任过2届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副总会长。那从我们彭良志总会长那一届开始，连续担任了3届的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那这一届呢，又很荣幸的担任了我们江俊林总会长的法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除此之外呢，我也很荣幸的在第28届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时候呢，也担任了这个秘书长的职务。那这些经历呢，让我学习到我们整个商会的运作，还有整个人际关系。所以说，在这个经历上面，
我在商会里面学到了很多我们的商会的东西。那另外呢，我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今后1年其实我除了承接第36届该做的会务之外，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江俊林总会长说大家爱假后多后送生活条这个三项原则一定要把握住以外呢，那我还会针对有2项最重要的议题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呢，我想要做的就是说，利用我们北美台湾商会的这个广大的一个市场跟通路，是不是说把我们这个市场跟通路可以跟其他各大洲来做一个连结，然后把其他各大洲的一些制造业或者其他的一些要在美国做代理的一些厂商能够带到美国来，然后跟我们北美洲的台商做一个连结，来扩大一个商机的一个基础。那另外一点呢，我也看到我看到就是说我们商会还有各个侨团，其实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些面临到青黄不接的一个状况。那尤其在我走访了27个地区商会之后我发觉大家对这一方面都有一些忧虑，所以说我是想说利用我们北美台湾商会的能力，来协助我们的留学生、我们的侨商第2代，能够来加入我们的台湾商会，让我们的整个商会的新生活力能够再度的加强，能够再度的扩大，让我们后继可以有传承的一个机会。那这个谢谢大家。希望这1年呢，可以呢把这2个事情呢尽量来做好。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达福台湾商会一个服务的机会。我相信以我的能力加上我们达福台湾商会的服务，一定可以把这个位置做得很好。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我有一个比较短的一个短片，请大家欣赏。各位亲爱的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前辈、先进、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37届总会长参选人陈世修。从秘书工作到现在，已经来美国30年了。我觉得达拉斯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机会的地方，所以说我选择定居在达拉斯。当初会选择落脚在达拉斯的原因，不外乎是因为达拉斯有低廉的劳工和比较便宜的土地成本。我的参选政见之一就是利用北美台商会的资源，来辅导台湾来的留学生，让他们能够落地生根。另外一方面，我也要鼓励我们台商第2代来加入我们的商会，增加新的生命力，以现代的思维跟创新的理念，为我们商会注入新的活力。我的另外一个政见就是运用我们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通路及市场，链接其他各大洲的制造业，实现资源整合和利益共享，并成为北美洲和其他各大洲之间的桥梁。各位前辈、先进、好朋友们，我需要你们的支持与参与，一起打造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为我们的未来创造无限的可能。我是陈世修，恳请你们的支持，谢谢。谢谢大家。那现在我请我的第1位助讲员，也是来自我们达福地区台湾商会胡祖光医师来替我助讲。胡医师有3分钟哈。各位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各位先见人，大家好。
我代表我们达福地区台湾商会，郑重的跟大家推荐我们达福地区最优秀的北美台湾商会的会长候选人陈志修先生。刚刚大家已经看了他所讲的跟这个 video， 我再补充一下，大家可能他没有讲到的，大家也不知道，他是我们达拉斯创业有成的一个中生代的一个台商。他出生在台北市，毕业于逢甲大学，然后呢，到我们达拉斯的很有名的一个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深造，完了以后就开始创业。他创业有成以后，就加入我们台湾商会。短短的4年，我们就选他作为我们的会长。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早上你看了我们的那个王嘉玲会长的报告，一年有68个活动。那陈志修他每次参加这个活动是全家4个人，他有2个少爷，全家出动来帮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在短短4年，我们就推举他做我们台湾达福地区台湾商会的会长。然后呢，几年以后也没有多久，4年以后，他就担任这个我们达福地区的侨委。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达拉斯地区能够有陈志修先生这样的一个人，我感到很光荣。大家知道啊，作为一个北美洲台湾商会总会的会长，不光是个人，刚刚大家都知道他讲到他的理念，最主要的我是觉得还有2个很重要，一个就是要看总会长的夫人，他到底肯不肯出钱，或者是让我们的 Mandy 啊，他不在，我可以跟你讲，他出手大方。OK，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美丽大方，有的总会长夫人眼睛在头顶上，可是他只凭一件。还有20秒，我再跟你讲，我们在达福地区有一个最坚强的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是不是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坚决支持陈志修作为我们37届达福地区台湾商会的总会长，谢谢大家。下一位。陈志修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很坏。他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讲，再请一个不高望重的人来结尾啊！我很喜欢讲话，我快点把最重要的讲一下。刚才主医师所讲的是很对的，太太是一个最重要的啊。对不起，我国语讲不好，台湾国语比较好，因为我的女儿16岁的哈比，她跟我讲 ，Daddy, you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you just do one thing, pay the money。所以我知道我们世修兄，刚才世修讲，我们古医师讲，他能出钱的话，真的做商会的会长，我觉得真的我很感谢他们，因为出钱又要挨骂，所以愿意出来帮我们做事，我们就很高兴。其实我们都不需要监事长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亏本。他没有什么好检查的，所以每一个人做总会会长的人都是牺牲自我。OK， 我觉得说世修哈，他也很会用人。那我所讲的我什么都不好，但是我世人很厉害了。从汪敬宇当总会会长的时候，他请我跟他讲，我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出钱？他说我愿意出钱，但是你来跟我太太讲。我问他夫人说没问题，几百万给你花都没有问题，所以我就想说，我就全心对汪敬宇support，所以你看汪敬宇做了多少，对不对？吴东升也一样，对不对？我们江建宇，我也是问他一样，他老婆都说你要花多少钱没有关系，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做的多好，所以我support的人一定是真的，因为我考试他好几次了。因为跟他出去，我看他会不会跟我出钱，都是他出的，所以他一定是真的。所以这个人
那不花他的钱呢很难过，因为他赚那么多钱，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花钱。还有他请了古医师哦，他是在98%的人一定会选他嘛。但是因为1-2%的人哦，叫我来讲，因为我比较坏哦，比较坏的人也要选他，好的人要选他，坏的人也要选他，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会有记录100%了哈。但是我只是这种期望，我不晓得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至少98%以上哈，让我们99%，OK，99%，所以你们都有信心帮你。还有30秒 ，OK， 好，只要最重要的就是愿意花钱、愿意花时间为我们商会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鼓励他，让他做得更好。我们纽约从来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休息的人跑到这边把热心的到我们这，所以表示我们一定要support他，他一定会让我们觉得非常好。OK， 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请跟孙总会长候选人上台哈。我们有2位问题哈。第一个问题，请问会长是否可以考虑由商会协助或辅导台商由台至美国落地生根在这里？例如像台积电那样，但是是中小企业，这是第一个问题。一个来，谢谢我们主委啊。其实这个问题也在我的这个下一年的主要的工作范围之内，在我的任期之内，我会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叫新东向委员会。那新东向委员会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我要跟台湾的企业来做对接。如果来邀请台湾的企业到美国来投资，那到美国来投资，我们这边可以提供的不但是有税务方面的专家，有财务方面的专家，还有移民方面的专家。另外，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人是做房地产的，所以说我会去跟中小企业，甚至有一些家属联盟的企业来做一个对接。如果说他们有愿意要到美国来，我们有这么多的地区商会，我会介绍他们这每一个地区商会的优越性，然后他们要去哪里，我会请他去跟地区商会来做一个联系。那希望呢，把台湾的企业能够邀请到美国来投资，这是我成立新东向委员会的一个用意。以上报告。谢谢。第2个问题，请问总会长候选人，可以请您具体提出如何帮助第2代或者经商？有没有具体的计划或方案？这是第2个问题。谢谢主委。那第2个问题，我主要就是说这个经商的第2代，可能就是我要来鼓励每个地区商会，邀请他们自己的子弟当然就是说由自己本身来做开始。比如说从我开始，我自己的小孩子，今年大概毕业已经2年了，我也想慢慢的把他带到来商会这边来实习，来见习一下，来学习。来认识更多的人，来扩展他的人脉。那这个就是说，由地区商会自动的邀请他们的子女来参加一些就业的工作，来给我们留学生，让我们留学生可以留下来充实我们地区商会的一些活力。那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充实我们地区商会。谢谢。好，谢谢。我们的政见。结束哈。有几样事情，等一下投票那个选监事长只有理事不能够选监事所以呢，我们等下发票呢，理事呢你会少1张票顾问以上可以选监事那么理事不能选，所以呢你们会有1张票理事。那总会长呢？大家都可以选监事不能够选总会长，所以我们有302张票，今天一共302张票。今天我们的这个选委员呢也感谢我们这3年呢，我们把我们的平安的张胜一总会长还有吴东升总会长还有张军总会长今天包括我们这个陈修总会长平安的我们送上这个总会长的位置那平安的大家非常感谢
对我们这个选委会的这个支持与鼓励当然这中间我们也有得罪了一些人在此小弟非常非常抱歉，说一句对不起如果有得罪前辈先辈之处，很抱歉因为我们对事不对人。今天我们选务委员不管怎么样，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有问题你说。咨询委员可以选会长和监事长，只有理事不能选，理事没有票 ，OK 部位以上都可以好吧，那我们准备要投票，请我们最后呢，请我们这个全体选委员起立，给大家一鞠躬我们任务得到圆满达成。好，谢谢。谢谢大家支持。好了，我们马上就开始，我们准备一下。